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7月31公时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所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透西南风，低压界已经减弱消散，咱来看温度。伫整个南部地区甲平湖、金门，规工不时有局部地震阵雨甲雷公雨，也若其他的地区是维持过头西北风的天气形态。尤其伫咧西半部山区甲西北部地区甲东半部的山区，要特别注意短时间内的大雨。中部以北地区阁可能出现短时间内的大水雨。也若东南部地区可能有火烧风。气象署也针对台东发布黄色的高温警报，有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各地高温伫31到34度左右，紫外线指数可能达到过量，也是危险的等级。提醒乡亲好朋友要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准备。凯比风台省长花莲的交通，即马陆海空拢投入输温，亲像台北往回台花莲的航班也启动海运，调新大马轮来支援。咱若北河轮甲凯旋1号也会为今仔日开始，也会开始支援载民众。也若长几落工的苏花路人，为昨下晡5点开始恢复专线通车，不过有时间的限制。也若代替是希望8月初3通手通北回线。汽车一台搁一台排几啊公里，沿道路往南行，全是排队的车辆，提早到场等待。中长几啊工的苏花路龙，伫30下到5点，总算专线通车。有点就怪的，毕竟困在那边，其实快了5天了。我10点半到的，一定要去台北，有事情要办。交通不受阻碍，拢是风台来搅局，出发真侪所在放弃，灾害上惨的河田甲中德段完成局部抢通，每日3时段开放车辆通行。这个还是有条件的，如果说状况不好，或是遇到什么问题会做一个延后或者是取消。排甲真长的景象，花莲港也发生一家发大势拖行李上船，汽机车、游览车也抢坐北返。休困区人坐甲满，甚至也有人早就来预约过登港的船票。海运输运的需求还是非常的大，所以目前我们航港局呢也积极在协调，明天会有同务人来加入。美索运人车官方启动海运调度新大马轮，来回所有港甲花莲港30岁后支援日，两地报道乘客已经超过1000人。31开始换平湖轮甲凯旋1号来转接运输，不过要赶紧有人抢坐回轮机。前面有20-30个没来，才补到我们这3个，搭船要3个小时。对，那搭飞机大概就是1个多小时。民航局也协调加开来回台北花莲班机，不过特港加班机来回各一班，开始卖就封抢了。为量体甲票价拢受关注，行政院东部办公室回应，当日整理资料，积极争取。市客票规排停驶红字，铁路等待抢修，代替8月初3抢通北回线东正线。交通部也建议将北回铁路改线，讨论的2大方案包括原路线高架化，甲路线往西线了后改建灯棚坑。北回路廊本身用人力的方式防范，好像是已经有点力有不逮的问题了哈。高架是最快啊，问题是高架有没有办法防灾啊？当然是以效果会比较那个啦。天灾省长花莲先拄到地震，搁拄到风台，唔那消除交通问题，当地观光也升长。交通部回应，花莲国土补助延长到年底，国内外团体也建议增加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凯比风台影响南台湾，其中伫咧山区的高雄、桃园各中升长真严重。因为山顶的土石规个放落来，沙土灌入去教室内底，即马总算是等到路通啊，各滚甲大型的机具才通入来斗清理。教室内面全部拢是水，桌啊、椅啊全部拢歹去，阁有大量的土沙。毋但教室，连走廊嘛变做石头路。风台过去几若工啊，桃园国中游玩是遮尔惨。桃园国中也是即届风台损害上严重的学校，土石流是冲入去教室。校长表示讲，这是800风灾过后学校灾情上严重的一届。河道淤塞，然后导致水流改道，所以直接冲到学校的教室跟我们的操场。因为看学校这么惨，有点难过，想要尽快让学校恢复有关。
毋那教室，连那球场活动中心即马也搁咧饮水。毋那老师、囡仔、国军，搁有居民嘛做伙斗相共。目前国军是派20位陆军，搁有几若台大型的机具进行清除。桃园国中总共有51位学生，加在即届无人受伤。风台造成山区崩落，毋那影响学校。30透早，公路局提早抢通梅山口甲向阳的路段，早起7点就开放。桃园3里的居民总算是恢复对外交通，毋过路敢若开放予居民甲救灾使用，通消透民生甲医疗需求。大量的一个运输车辆及物资，初期的话，由于工区还有一些。落实不断的一个区块开放的初期，我们会做管制。目前桃园区公所加派人员甲大型的机具协助校园的清理，毋望会当量早甲校园清理好势，互囡仔会当顺利开学。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即马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发起显示，联合报台北风台影响，尤其中南部的水灾是更加严重。过去为着要记录各地淹水的状况，行政院捌制定水灾指挥防灾计划，补助各地方政府设车路淹水监测器。不过新计划拄出炉的2023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所发现全台的淹水监测器有约70%无完全发挥功能。接下来是自由时报，交通部目标今年要吸引1000万人次的旅客到台湾旅游。不过，因为地动甲风台影响，到当是累积430万人次。交通部长李明干昨表示，估计会推出飞台湾的飞人机票买3送1的优惠，还有高铁车票买1送1等优惠，而且增加国际团来台湾的补助，希望透过侪方法继续吸引国际旅客来台湾佚佗。这个措施估计8月份会陆续开始进行。落尾是中国时报，全台无人机注册数量已经超过4万台。交通部民航局会修正规则，放零注册，阁有学习操作证的年龄到14岁，而且也延长校期。到时也有1年的辅导期，按算年底会分3阶段来施行。学校休课期间，真侪家长会互囡仔去参加活动，学新的物件。亲像伫咧家己的溪口，就替在地囡仔安排亲子共学的无人机课程，教因了解目前无人机伫生活当中的运用甲发展，嘛互大人囡仔做伙斗无人机，认识无人机的科技原理甲知识。家长带囡仔做伙斗无人机，为电子设备甲机身，大人甲囡仔哪斗哪学。嘉义县溪口乡公所举办亲子无人机共学课程，互在地大人甲囡仔有机会认识无人机的科技。我感觉吼，这是一个真好的体验，而且佫互囡仔会当学到无共款课本以外的物件，这是一件足好的代志。学到那个把螺丝锁上去的方式。上课的老师表示，无人机的科技甲知识真专业，莫讲囡仔唔知影，大人嘛无一定有了解。透过课程有教无人机的科学原理，嘛互大人甲囡仔亲身体验飞无人机。透过这样一个研习课程，让我们的在地的一个小朋友能够更了解无人机这样的一个结构跟技术。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科技教育能够推行在我们的溪口乡。看它飞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很有成就感。溪口乡公所表示，庄脚甲都市之间教育资源加减有落差，伫休课期间透过办课程，互父母甲囡仔做伙学习，嘛增加对国家科技发展的认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2月14发生的中国渔船伫金门边船的案件，两岸协商代表昨总算达成共识，包括甲中国渔民的遗体船幸福家属，而且也有抚慰金，也会回失礼。不过海巡署无要对外讲抚慰金开偌济。亚南海巡署长周忠良伫咧讲这地事的时，是搁再针对海巡执勤无录影向大众回失礼。甲中国两区渔民的遗体送去伫船顶，扣起来船仔嘛做伙幸福中国。2月14发生的金门并船案，经过几个届协商，30双方总算伫咧金门的金湖饭店达成共识。除了甲遗体甲船仔幸福中国，嘛甲因回失礼。而且还佫风声讲，有予2位死者的家属150万的人民票，差不多台票680万的抚慰金。不过海巡署无愿意证实实际金额。这一部分
因为我们涉及到尊重家属跟两岸协商的共识，那目前还没有办法对外报告细节。戏面的家属大厦看落是真悲伤。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将一暗就去到当地，因为残疾的问题无出现伫协商的现场。不过，伊有亲身去金门殡仪馆参加公祭，表达咱这边的诚意。海巡署署长张忠良伫致辞的时阵，嘛针对海巡人员这起无录影的代志，搁一概回释咧。对于本案没有收证录影，海巡署已经多次向社会及家属致歉。对于家属所受的煎熬，海巡署愿意再次公开表达歉意。事件看落是圆满结束，不过中国的代表伫上船进前，却是雄雄大声的讲，希望等赶紧公布代志的真相。也让海巡署强调讲，会捍卫海巡执法的正当性。希望台有关方面能尽快公布事件真相，做出公正的调查结论，并对涉事人员做出相应处理。是单纯的执法事件，我们捍卫我们的执法正当性，我们一定会坚守执法立场。陆委会强调讲，两方交流产生事件的协商，在官方主导甲民间协作的模式之下，才当维护国家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迄阵伫金门丙船的案件，两方有达成共识，这桩案件顺利圆满。敢有法度也互中国扣押的金门西澳的钓客，甲大进湾88号同款顺利倒转来。这阵是红社讲，金门西澳的钓客8月份就有机会通转来。金门丙船的案件发生到达超过5个月，两方协商总算达成共识。这嘛，互了后发生的金门西澳钓鱼的民众，也有偏乌籍的渔船啊，大进湾88号这两案，可能有机会会当解决。那也立委当局顶讲，按算8月会陪家属，把这个西澳钓鱼的民众带回来。他可能看晚一点会不会跟我说吧？就算是8月份，应该差不多，因为才7月底了嘛。如果说是8月份放，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放，也不知道。那偏乌渔船啊，大进湾88号。偏乌两岸交流协会理事长陈湘全表示，所来应该用话讨论大进湾88号案，目前都等通知，陆委会希望这个案件拢会当赶紧解决。我们就在等这个啦。其实他们就跟我们坦白讲，就是等我们这个谈完之后，就会再来就是会处理我们的事啊。事件毕竟是不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那个胡姓钓客能够尽快回来。那大金门的事情，在陆方把相关程序进行完毕之后，也能够尽快回来。因为丙船的案件，敢会当加做两方谈判新的模式？有学者分析，这个协商无过有关到政治的层面，是回归到实务上来解决问题。双方拢提出善意，不过敢会当加做谈判新的模式，也要观察。实事求是。那么务实的一个精神来做，我想如果它能够变成模式，那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但我们不确定，那么对方是不是愿意持续的用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精神？学者认为讲，两方交流百面会出现问题，不过公权力适度的介入才会当来解决。金门丙船的案件，互双方试看安怎务实来解决问题，唔能为两方双向正常交流来铺路，卖当确保两方人民交流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正是昨晚伫日本东京的游乐器公园有一场台湾祭的活动，要推广台湾的特色。所有民众发现，大围顶头的看板刷出现中国的国旗。虽然这是民间团体举办的活动，不过咱驻日代表处也是挂协办单位，外交部表示会来调查清楚。这拢食的拢台湾的串冰啦。台湾代表性比是鸡排、卤肉饭、甲串冰，拢出现伫日本东京大代表公园的台湾祭活动摊位，吸引袂少日本人停落来买。也有伫日本、台湾有土前来食家乡味，也毋过有目睭尖的民众发现，镜头扫过的看板出现这个画面。生意真好啦，你看，遐侪人啊，放大看，台湾的台字中远方抗字中国的五星旗。卖的品项除了珍珠泥茶、蚵仔煎，也有中国小吃肉夹馍。到场参观的台湾人展现性真肥，应该是伫摊商审核上出问题。我相信他可能审核的部分，可能或许是他大概是卖什么东西，大概是什么种类的，但是他可能就没有去审核到就是设计的这个部分。对岸的国旗放上去了之后，然后其他还有把湾的部分，还要把101放上去，一定是他特别
精心用力设计过。日本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像类似这种台湾祭，几乎都是民间所办的。那我相信民间在这方面，他们可能就会更加强在审核的方面。这场台湾祭主办单位是日本华商总会，驻地代表处也担任后援单位。外交部指出，这个状况明显损害咱国主权，等咧进行调查。该活动基本上是民间侨界活动，并邀请我国驻日本代表处担任后援单位，挂名以示支持。驻日本代表处已要求活动主办单位进行调查，了解原委及处置方式，并将据以评估未来是否将继续担任该活动的后援单位。外交部表示，驻日代表处会就本案处理情形适时对外说明，也要求咱国驻外馆未来伫担任各项活动后援单位的时，要确实伫事前掌握相关活动甲文宣内容，确保类似的情况未可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英国西北部的萨斯波特，29有一个17岁查甫囡仔，摕刀走去一间囡仔的跳舞教室乌白台，杀死3个囡仔，有10个人受伤，其中有5个人是重伤。警方即阵已经把嫌犯抓起来，等咧调查伊杀人的动机。现场有警戒线，几啊台警车加救护车伫现场待命。英国西北部滨海城市绍斯波特29早起传出野刀攻击事件，警方伫10点外协报了后，派出几啊台警车加救护车去当地救援。I called the police, but there's many people on the phone at that point because it was like a bomb had gone off. You know, girls' bodies all over the place. 代志发生的地点是一个儿童舞蹈工作室，迄当时有真侪囡仔当咧参加泰勒斯主题活动，歹徒举刀弄入去开始攻击，造成几个人死伤。警方指出，凶嫌是一位17岁查甫人，伫卡蒂夫出事，会接受审问，目前并无发现甲恐怖活动有关系。英国首相斯凯尔讲，这个事件真可怕，会当讲无法度去想受伤的人甲家属当地经历的悲伤甲创伤。I know the whole country is deeply shocked at what they've seen and what they've heard, and I know I speak for everybody in the whole country in saying our thoughts and condolences with the victims, their families, their friends, and the wider community. 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甲凯特王妃也透过社群媒体 X 发文，对受到伤害的人表达哀悼，佮为受伤的人祈祷，同时感谢紧急救援人员伫关键时刻站出来。公视新闻陈慧仁报道。今仔日国际又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联邦参议院30表决通过全面规范社群媒体网络安全的法案，伊要求科技公司针对线顶17岁以下的美国人制定温数标准，禁止锁定儿童加青少年的线顶广告等等，希望通降低社群媒体对绩效不好的影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加各有国防部长奥斯汀30号访问菲律宾。甲菲律宾总统见面谈话，参加头一摆由菲律宾主办的外交国防2+2会议。美国宣布投入5亿美金的军事资金，强化菲律宾的防卫能力，而且推上两国之间军事情报的共同分享的协议。意大利的总理梅诺尼访问中国，伊接受当地媒体访问的时阵讲，已经明确向中国表态支持罗西亚是无符合中国利益。中国会使成做促进和平的重要角色。乌克兰的外交部也表示，已经邀请中国外交部长访问乌克兰，希望就看罗西亚日前的战争效果。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名 IPEC 年会昨伫台北举行，总统赖清德致辞的时，感谢来自23国的国会议员千里迢迢来台湾举办 IPEC 年会，强调台湾会甲民主伙伴做伙甲民主保护线建起来。另外 ，IPEC 会议当中通过典范会议，内容指出 ，IPEC 成员决心要互大众了解联合国大会第27500号决议，去互中国胡乱解说。这内面根本就无牵涉到台湾政治的地位，也无主张中国有对台作主权，而且会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等等相关的机构。Members present would like to present to you a map of Taiwan.
3号总统热情着一把标出海峡中线的台湾地图，伫台湾这边更加写完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名 IPEC 来自23个国会议员的签名，表达挺台湾。罗总统感谢各国议员专工来到台湾举办 IPEC 年会，强调台湾会甲民主同伴共同建起民主保护线。中国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威胁，就是对世界的威胁。台湾会尽一切力量，跟民主伙伴共同撑起民主保护伞，免于威权扩张的威胁。IPEC 伫会中通过订婚决议，内容指出 ，IPEC 成员决心互大众了解，连带第25号决议互中国曲解，其中并无涉及台湾政治的地位，也无主张中国对台主权，会努力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等相关机构。副总统萧美琴受邀致辞时，特别表示台湾希望为世界贡献力量。Our thanks to IPEC members and others for supporting Taiwan's meaningful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Enables Taiwan to ac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betterment of humanity. IPEC 也伫会后记者会宣布，台湾确定正式集会，创始共同主席是民进党立委黄宏甲民众党立委陈昭珠。外国媒体观察，中国伫台湾年会进行至少对6个议员施压。IPEC 成员强调，中国无干预各国议员出访表达家己意见的权利。Not a single IPEC member did not attend.Because of Chinese efforts to interfere. We are certainly opposing the Xi Jinping regime and its policies. When China pursues intentions to topple our democratic order, we fight back.IPEC 主席德国绿党议员包瑞汉表示，无乐见中国将 IPEC 看作威胁，毋过台海和平稳定关系全世界重要利益。IPEC 会继续积极反制中国的侵略甲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王宏伟顶立委指控公视台记台的新闻专题节目报道4个少年家发起罢免家人市长谢国良，伊认为少年人政治参与的专题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昨已经向 NCC 甲家人市选委会提出检举，要求调查。最近，公视台记台的专题节目伫7月28用飘地拆娘行动新世代的政治参与来报道4位少年家因针对家人市长谢国良发起罢免行动的想法和过程。国民党立委王宏伟含林派上针对这个专题报道30召开记者会，质疑台记台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49条第2项的规定。王宏伟嘛表示，已经向 NCC 家人市选委会检举公司，嘛要求调查敢有违法的记录。公视应该立刻的下架这些争议性的这个节目。我要求 NCC 去彻查公视是否有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49条第2项，公共广播电视台及非营利之广播电台、无线电视或有线电视台不得播送竞选及支持或反对罢免案之宣传广告。目前发起罢免谢国良的公民团体已经甲4万多份的联署书交予家人市选委会，进入第2阶段联署书的查对作业。吴律师针对国民党立委提出的选罢法第49条第2项指出，伊表示所受到限制的是广告，毋是新闻报道，而且目前罢免案嘛也未成立，所以应当嘛无受到这个法条的限制。他是说不能做选举罢免的公告广告，他不是说不能做选举罢免的新闻。好，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我们认为程序上丁树兄他就不成案了啦。因为中选会是用简讯回应讲，目前罢免提案这件代志，也在庭诉当中，和选务无关系，也是非属地选务。另外，公司台记台是回应讲，针对这篇新闻专题报道敢有违实，也是讲敢应该对网络提掉。公司会伫8月初召开公司基金会节目和新闻自律委员会来进行讨论，作为后续台记台处理的根据。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中华报道一大工具发生严重火灾，因为1楼是咧变电动奥多摆，大火是烧得真凶，佮一直传出爆炸的声音。而且这2栋工具是互厝主拍通，佮涉嫌违法，拢总计做32间套房，最后真侪人住。消防警员有救出6个受困的住户，不过其中3个人又是死亡。大火南东沿甲规栋建筑物拢围起来，厝脚对外口在逃生，火势是真凶，佮传出爆炸的声，互边仔看到的民众嘛拢真紧张。
赶快，赶快！消防人员接到通报了后，赶去现场，较紧布水线转水来降温，嘛一站一站在敲吹，甲受困伫内面的4个查甫、2个查某救出来，但其中有3个人风救出来的时阵无喘气、无心跳，上病院急救嘛是不治。这3个都是欧卡的，大概都是因为是呛伤啊，尤其是我们医院这个里面。 还是我们医院的洗肾病人。火灾是发生在30早起6点左右，中华北道这间造户人的公寓是忽然间传出大火，火势是拖甲真紧。1楼是经营电动机车行含铁皮仓库，一大堆电池含有的无的物件是互火势拖甲愈紧，因为迄当阵内面的住户拢困甲唔知的人，真侪人是未赴得生。 所以我发现1名欧卡的患者，然后经过搜索，在4楼的话发现2名1男1女。 欧卡的患者，这边我有金纸真济啦。哦，金纸吓，金纸倒下，然后臭味大味。哎，我就本来我啊安尼较紧大，啊来佫时啊，就一个人家也袂讲，较紧大火烧住哦，我来，阮这边经过清的呢。 中华关消防局讲，这间公寓是烧电的2栋甲炮通，拢总计做32个房间，其中29间租互别人，3间厝厝家己住。建设处讲，这栋建筑伫87年的时阵有领使用执照，1楼是店，2楼、3楼是主体。厝顶加起的部分艺术是违章建筑，因为涉及室内的装修变更，若确认厝主是无符合规定，就照违反建筑法，上重会当罚30万。先需确认他。 该户的一个任意楼层有没有分成6个以上的使用单元，或者是有10个以上的床位的这个居室，就是我们建筑法所称的公共使用建筑物，那就要依规定来办理室内装修等这些作业。官府嘛讲会甲因斗3工含斗安置，另外对啥哪会忽然间来导火，搁爱毁掉，才会当进一步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 中华有一个细地的补习班老师，从指控为2003年到2015年，甲8查甫囡仔、查甫学生性侵，佮有性骚扰，甚至佮有被害者出面作证。经过9个月审理，中华地方法院昨1审宣判，依照对无满14岁女性强制性交等罪名，犯项有总共有19条，甲伊判刑23年4个月。 去年7月，歪小姐出面来指控讲，较早读国字的时阵，互细地补教老师利用下课了后做家教的机会来侵犯，互伊甲担心心拢受创。后壁嘛有其他受害者徛出来。今年1月，检方甲细地教师起诉，而且建请法官加重基刑。法院伫经过9个月审理了后，1审拢总甲伊重判23年4个月遮尔长。 没有好好的善尽教导的责任跟照顾学生的义务，反而是利用这个机会来逞自己的私欲。那并且他在这个犯罪后的一个态度是否认犯行的。对于8名被害人所犯的共19个罪，定了有期徒刑10个月到7年10月的刑度。 中华地方法院讲，细地教师伫2003年到2015年之间，被害人有8个人，遮尔济，犯的罪拢总有19条，而且犯后的态度真歹，嘛好认犯刑，才甲判重刑。歪小姐去年讲，捌做高中老师的细地教师，2017年就捌因为对女学生性骚扰，被判刑入去关。出来了后，搁私底下接案来教课，烦恼个人的受害，伊才会来出面。代师这个部分，其实大部分。 他们认为是说还是无法去做原谅，他可能2审就转换诉讼策略嘛，就是可能换用认罪啊，然后可能和解的方式，想要把刑期降低啊。被害人是透过律师讲，对这种结果是表示真安慰，但嘛烦恼细地教师会透过上诉达成降低刑期的目的，希望透过法律，予以合理的制裁，享受受害者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年举办第2届歌上星全国歌戏大赛，8月1开始报名。今年是特别增加团体组鼓励时代通带少年辈，或者是少年人组队来参加，5万全民做伙来唱歌戏。由歌戏界天王邓美云甲陈昭雄领唱歌上星的主题歌，徛伫后壁这14位是去年比赛得奖者，因为少年辈到专业的演员拢有，歌戏是台湾重要戏曲，
这参赛者自细汉受到时代影响，到大汉啊，嘛希望对传统文化的推广会当尽一份心。所以爸母的身躯边伫咧学歌戏，所以歌戏算起来是我迄间，嘛是我做热爱的一个工课甲兴趣。自两岁就甲阿嬷看歌戏，阿嬷就发现，为什么我伫厝内拢伫咧骂哭啊？看一出歌戏嘛有3点钟。今年比赛搁延续去年，除了少年组、成人组甲专业组，搁特别增加团体组，搁来时代少年堂组队来比赛。另外，今年搁推出歌上青的主题歌，以现代曲风为主，和一般民众通用流行歌的方式来接触歌戏。文化部表示讲，学台语上好的方式就是唱歌，比赛就是要互搁较侪人介意歌戏。欣赏歌戏，唱歌戏条的时阵，含说会当学咱的台语文。伊真正毋是咧比赛，是要互大家拢来唱歌戏。因为会晓唱一个歌戏的曲条，伊甲歌戏就连结。伊后盖佫看到歌戏的时，伊就有兴趣。今年歌上青全国歌戏比赛初赛报名是为8月初1开始，希望透过比赛，用趣味活泼的歌戏，让传统文化会当继续传传。记者钟义辉、邱兆荣高雄报道。巴黎文化奥运台湾馆为7月27开幕到今，已经累积超过1万人次。而到台湾馆的艺文表演嘛，甲庙口、歌口戏的概念搬到巴黎，透过戏剧新编加电音，带现场的外国朋友做伙享受庙会的热热气氛。表演团队是阁有准备台北下海城隍庙的平安符啊，送予来到台湾馆的民众。巴黎文化奥运的台湾馆轮到台湾文化的当地歌戏上场，而到伫巴黎再现亚太戏。台湾馆开幕3天以来，已经有超过1万人次。表演团体更有准备台北下海城隍庙的平安符送予民众，现场嘛哪唱做老弟的庙埕。另外，台湾的乐团三星献歌嘛透过电音，带现场的外国朋友享受庙会的气氛。三星献歌透过电音表现庙会定出现的八关音乐，团长郭志豪讲，因10多年来拢在做庙会文化采集，就是希望透过音乐把台湾文化推展出去。那其实它承载的意义很多啦，比方说就包括那个一个社区的群聚场地啊，然后它可能也是一个信仰中心，也可能是一个累积文化的，像一本书一样，你可以在里面翻到很多历史，翻到很多文化。原来表演马戏的创造焦点，伫文化奥运已经连续表演3天，因希望会当互世界认捌台湾的马戏，嘛会当了解台湾对性别平权的重视。奥运一开始其实是以男性比例较高为主，然后一直到就是这几年，今年开始就是终于大概在100年后吧，大概终于拉到一个平衡点。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创造焦点在做的事情，也是就是希望可以把台湾的马戏生态的性别比例也相对拉到平等。文化部嘛表示，这几天台湾在法国的媒体和社群平台拢有愈来愈多的讨论。政务处长王时书认为，这嘛显示台湾和法国民间的交流，透过文化奥运的活动，又搁向前进一步。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落尾咱最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33度，中部地区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26度到34度。高岛地区27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咱明仔载再会。